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基础班第11课变调音，用声调做练习。白话字的变调音，台语上大优美，也是甲华语的特色真大的无同，就是有变调音的系统。总是变调音也是台语白话字文法上界复杂的部分。变调音是用伫讲甲读的时，字音会亲像音乐有悬有低，爱变调。变调音也有分做固定变调音甲特殊变调音两种。固定变调音是写变读，第一声变第七声，第五声变第七声，第七声变第三声，第三声变第二声，第四声甲第八声会互变。若是字尾是用虚来做表示，第四声会变做第二声，第八声变做第三声。固定变调音，第一，台语白话字每一个字音单独发音拢是本调音，也就是原音。每一个字也拢爱写做本调音。敢若讲甲读爱看位置，伫倒位的声音来变调变音。第二，既若有两个字音以上的诗句，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的字音讲甲读拢爱改变调音，亲像电脑本调音电脑，变音是电脑。农业本调音农业，变调音是农业。花草本调音花草，变调音花草。食饭本调音食饭，变调音食饭。第三，既若一句话有三个以上的连结词，无论是四字、五字等等，除了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每一个字音伫讲甲读拢爱改变伊的调音，亲像手机仔本调音手机仔，变调音手机仔。无线电本调音无线电，变调音无线电。枵鬼囡仔本调音枵鬼囡仔，变调音枵鬼囡仔。厝边头尾本调音厝边头尾，变调音厝边头尾。536本调音536，变调音536。蔡英文总统本调音蔡英文总统，变调音蔡英文总统。第四，声调若有变音，
变音的规则是第一声变做第七声，亲像第四声变做第八声。总是若是字尾是迄第四声讲甲读，爱变做第二声，亲像国家本调音国加变调音国家，法律本调音法律变调音法律，霹雳本调音霹雳变调音霹雳，迫害本调音迫害变调音迫害，得失本调音得失变调音得失，血脉本调音血脉变调音血脉，恶毒本调音恶毒变调音恶毒，忽然本调音忽然变调音忽然，屈斗本调音屈斗变调音屈斗，亿万本调音亿万变调音亿万，出发本调音出发变调音出发，发展本调音发展变调音发展，德行本调音德行变调音德行，速度本调音速度变调音速度，福气本调音福气变调音福气，托管本调音托管变调音托管，促进本调音促进变调音促进，适当本调音适当变调音适当，刻盘本调音刻盘变调音刻盘，角头本调音角头变调音角头，部分本调音部分变调音部分，菊花本调音菊花变调音菊花，约束本调音约束变调音约束，结出本调音结出变调音结出，说明本调音说明变调音说明，杀母本调音杀母变调音杀母，削角本调音削角变调音削角，托运本调音托运变调音托运，设定本调音设
定变调音设定，佚佗本调音佚佗变调音佚佗，读籍本调音读籍变调音读籍，执法本调音执法变调音执法，决算本调音决算变调音决算，责任本调音责任变调音责任，革命本调音革命变调音革命，色彩本调音色彩变调音色彩，骨头本调音骨头变调音骨头，答案本调音答案变调音答案，祝贺本调音祝贺变调音祝贺，捌字本调音捌字变调音捌字，写台文讲台语，请继续打拼努力。